大佛顶首楞严经完毕。字之字，阿难，一切世间生死相续，生将瞬息，死将变流。灵明将时未舍乱触，一生善恶其时顿现。四逆生顺，离习相交。顺想即非，必生天上；若非心中兼福兼慧，急于前缘，自然心开。见识丰富，一切净土。虽愿往生，情少尚多，轻举非远，即为非仙。大力鬼王飞行夜车，地行罗刹。由于四天，所去无碍，其中若有善愿善心，护持我法，克服急界，随持戒灵，克服成就，随持咒者，克服禅定，不随法忍，实顶前往如来座下，情想grund顶。不非不对，生于人间，相明思昌，情思殊顿，情道相少，流入幻生，中为魔群，轻为污浊，七情三想，沉下水轮，生于火界，受其明火，身为恶鬼，常被焚烧，罪能害己。无食无饮，经百千劫，九情一想，下动火轮，深入烽火离交各地，轻生有间，重生无间，二种地狱，纯情即沉，入阿鼻狱，欲沉心中有望大圣，恢复境界，狂妄说法。虚贪信息，难应恭敬；我力十重，竞生十方，阿鼻地狱。顺造恶业，随即自招，众同分中兼有原地。阿难，此等皆是因自众生自业所感，做十因，受乐交报。分合十因，阿难，一者因习交接，法义相磨，言磨不休。如是故有大明慧光，以中发动，如人以手自相磨触，乱象现前。二十相连，各有体层，当自诸事，是故十方一切如来。色目形影，同名欲火，菩萨见欲，如撇火坑。二者贪习交界，法义相吸，吸染不止。如是各有极限坚冰，以中动力，如人以口吸缩空气，有冷促生，二十相灵。故有杂杂薄薄落落，清澈白灵，寒冰定数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多求，同名潭水。菩萨见贪，如撇江海。三者万色交灵，法义相殊。地流不息，如是各有定义奔波，即波为水。如人口舌自相绵密，因离水法。离色相果，各有黑河、灰河、烈沙、毒海、龙洞、贯吞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我慢，名饮池水。菩萨敬慢，
如撇旧年，死者侵蚀高昌，发于上午，午节不食，心热发火。自去为今，如是故有。刀山铁棍，剑树剑轮，宝恶枪具，如人含冤，杀气飞动。二十相结，各有强国，斩杀错刺，对决诸事，十果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侵会，名利刀剑，菩萨见亲，如撇诸乐。五者早习交友，发于上调，引起不住，如是各有荧幕假假，如水浸田，草木生长，二十相沿，各有扭害枷锁，边中各傍诸事，十果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干意，当明斩杀，当明斩杀，菩萨见诈，如为豺狼。六者讲实交气，发于上妄，有妄不止，非心作奸，如是各有颠倒犀流，秽污不净，如尘随风，各无所见。二十相加，各有目力顶淡，非对飘轮诸事，十果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气功，当明劫杀，菩萨见功，如斩蛇溃。七者万十高贤，发于含混，如是各有非少道力，恶毒车难，昂性狼扑，如阴毒人，怀抱忒恶，二十相吞，各有斗啖忒禽畜，结社泡臭，诸事十果十方如一切如来，色目冤家，名为害鬼，菩萨见愿，如饮珍酒，目者见识高明，如萨迦耶见戒禁处，邪恶诸业，发于危求，出生相反，如是各有王事诸力，正直文职，如行路人，来往相见，二十相交，各有勘问宽窄，可信推曲，插讽悲求照明，善恶当主，手足文破，时变诸事，十果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恶见，当明见轻，菩萨见诸虚妄骗局，如林毒血，救者往昔交加，发于有谤，如是各有合山合石，念有经魔，如残杀人，必往良善，二十相排，各有暗内对难，速乐行道诸事，十果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万谤，当明插火，菩萨见往，如遭霹雳，十者丧失高山，发于庄福，如是各有见见照着，如于日中，不能踪影，二十相尘，各有恶友业镜，回诸疲劳宿业，对验诸事，十果十方一切如来，色目服装，当明阴察，菩萨观福，
如大高山，立于其海。分合律报，咱一切众生绿色作业，所交恶报将律紧出，分合恶报将律紧出。一者见报招，因恶果，处见业高，即临终时先见明慧满十方界。亡者心识，非对生缘，入无共业，发明理想。一者明见，即能骗见种种恶物，生无量位；二者暗见，即能不见，生无量恐。如是见火，受听，能为福汤羊童；受食，能为乌烟之焰；受味，能为胶原铁媒；受触，能为热火炉炭；受心，能生生火并杀，散过空界。二者闻报招引恶果，此闻业高，即临终时，先见波涛木立天地。亡者心识，降诸圣流，入无共业，发明理想。一者开听，听种种闹，精神毛乱；二者必听，即无所闻，幽僻沉默。如是文破自文，即能为直为觉；自见，即能为雷为好，为恶毒气；自识，即能为武为武，杀诸毒虫周满身体；自味，即能为龙为血，种种杂秽；自脱，即能为脱为鬼，为本为鸟；自意，即能为电为爆，喙心僻。三者受报招引恶果，此受业高，即临终时先见毒气冲塌远近。亡者心识，将地涌出，入无共业，发明理想。一者通文，避诸恶气，分极心了；二者塔文，气暗不通，文绝于地。如是受气，冲实，即能为直为理冲见；即能为火为具，冲听；即能为木为热，为阳为晦；冲味，即能为水为爽；冲切，即能为赞为烂；为大玉山，有百千眼，无量杂识；冲思，即能为非为将；为飞沙力极，喙身体。四者未报招引恶果，此未业高，即临终时先见铁网猛焰激烈，周伏世界。亡者心识，下头挂梦，倒悬机头，入无共业，发明理想。一者吸气，结成寒冰，冻裂心肉；二者吐气，非为明火，搅烂骨髓。如是常味，力常即能为烧为饮；力见即能为燃金酒；力听即能为内冰刃；力识即能为大铁人；面伏国土，力触即能为弓为剑；为鹿为蛇；力思即能为飞热体，掌控雨下。五者速报招引恶
果，此畜业交，责任将时先见大山，四面来合，无复出路。亡者神色见大铁城，火蛇火狗，虎龙狮子，牛头鹩卒，马头罗刹，手执长矛，驱入城门，向吴江岳发明理想。一只合触，合山拔体，骨肉血质；二只离触，刀剑触身，心肝刀裂，如是合触。合触职能为刀为官，为天为暗；力剑职能为烧为热；力听职能为壮为long为急；为乾为射；力实职能为挂为带，为靠为北；力常职能为经，为乾为站为财，为斩为在；力书职能为对为背，为尖为杂；六只书报，招引恶果，处事业交，责任将时，先见恶风吹坏国土。亡者神色，闭嘴上空，旋落成风，对吴江岳发明理想。一只不觉，迷即即风，奔走不息；二只不迷，各知即苦，无量经受，痛侵难忍。如是邪书结书，职能为风为锁；结剑职能为剑为正；结听职能为大合奏；为兵为霜，为土为木；结实职能为大火车；火船火蓝常常职能为大叫唤；为火为气，结束职能为大为小；为一日中万生万死，为业为影。阿难，是明地狱，是因六果，皆是众生迷惘所造。欲知众生恶业愿造，入阿鼻狱，受无量苦，经无量劫。欲经各造，乃伊所造，渐境渐近，是人即入八无间狱。身口意三，作杀盗淫，是人即入十八地狱。三业不减，中间合为一杀一盗，是人即入36地狱。见见一见，但犯一业，是人即入108地狱。有是众生别作别造，于世间中立当分地，妄想发生，非本来有。复次阿难，是诸众生非破律仪，犯破杀戒，非佛涅槃，诸于杂业、历劫、修炼，后还罪必受诸鬼行。若以本因贪物为罪，是人罪必；无物成形，名为怪鬼；贪色为罪，是人罪必；无风成形，名为八鬼；贪血为罪，是人罪必；有毒成形，名为魅鬼；贪昏为罪，是人罪必；有糖成形，名蛊鬼；贪欲为罪，是人罪必；有衰成形，名为烈鬼；贪恶为罪，是人罪必；有气成形，名为恶鬼；贪妄为罪，是人罪必；有有成形，名为阳鬼；贪名为罪，是人罪必；有精为形，
名魍魉鬼。贪成为罪，是人罪逼；有名为刑，名役死鬼。贪党为罪，是人罪逼；有人为刑，名团散鬼。阿难，是人假以纯情坠落，业火烧焦，相出为鬼，此等皆是自妄想业之所招引。欲我菩提，即妙缘明本无所有。复次阿难，鬼业既尽，即情以上两求成空，方能世间以缘复临。愿对上帝，身为畜生，受即宿罪，勿怪之鬼。勿消报尽，生于世间，多为效累；风波之鬼，风消报尽，生于世间，多为救精；一切异类畜魅之鬼，畜死报尽，生于世间，多为祸累；通蛊之鬼，蛊灭报尽，生于世间，多为毒类；衰劣之鬼，衰强报尽，生于世间，多为毁类；受气之鬼，气消报尽，生于世间，多为习类；迷忧之鬼，忧消报尽，生于世间，多为福类；合精之鬼，和消报尽，生于世间，多为应类；明灵之鬼，明灭报尽，生于世间，多为修精；一切诸类以人之鬼，临亡报尽，生于世间，多为顺类。阿难，是等加以业火打哭，受其宿罪，谤为畜生，此等亦皆自虚妄业之所招引。欲我菩提，即此妄言本无所有。如你所言，报莲花，所言报莲香顶，报莲香顶急琉璃王，成千比丘，如是恶业，本自发明，非常天降，亦非地出，亦非人意，自妄所招，还自来受。菩提心中，皆为不希望想凝结。复次阿难，将是畜生受想先者，若以受者分月所受，此等众生凡复为人，还整其性，如彼有力兼有福德，即于人中不舍人身，受还彼力，若无福者，还为畜生。想彼伊得阿难同知，若用钱物血液之力，相足自停，如于中间杀彼性命，血食其肉，如是乃至轻微定劫，相食相诛，犹如转轮，何为高下？无有受血，无有受食，拄舍毛他急佛出世，不可停禽，历经应知，彼消轮者，受足福行，生人道中，参合眼泪，彼求精者，受足福行，生人道中，参合异类，彼恶轮者，受足福行，生人道中，参与用类，彼毒轮者，受足福行，生人道中，参合恨类，彼火轮者，受足福行，生人道中，参合
味类比十轮者修足复形生林道中，参合流类比复轮者修足复形生林道中，参合螺类比用轮者修足复形生林道中，参与文类比修正者修足复形生林道中，参合名类比子顺类修足复形生林道中，参与答类难是等加以缩制必修，复形年度该无数来业界颠倒，相生相杀，不如如来不闻正法，以定路中反逆轮转，储备名为可能明者。阿难复有将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，别修妄念，尊想故行，由于三人不及处，有十种善。阿难，彼诸众生经过风雨而不修习，习道完成，名地行善；经过草木而不修习，有道完成，名非行善；经过金石而不修习，化道完成，名有行善；经过动子而不修习，气精完成，名空行善；经过定业而不修习，论德完成，名天行善；经过正识而不修习，吸取完成，名通行善；经过就近而不修习，说法完成，名道行善；经过思念而不修习，思欲完成，名教行善；经过交果而不修习，感应完成，名净行善；经过变化而不修习，觉悟完成，名觉行善。阿难，是等加于临终练心，不修正觉，必得胜利，修千万岁，受至深山迄大海岛，绝于人间，死欲轮回，梦想轮转，不修三昧，报尽还来，散入诸气。阿难，诸世间人不求上诸，未能下诸切切恩爱，以社营中心不留意，定营生命，命中之后，能以日月如是一类，名四天王天，以己车房，因爱为薄，以正机时不得全味，命中之后，超日月明，及人间顶，如是一类，名多利天，风欲渐高，气无私欲，以人间世，动小正道，命中之后，以虚空中龙年安住，日月光明，上照不及，是诸人顶自有光明，如是一类，名殊焰摩天，一切时正，有应出来，未能归力，命中之后，上升精微，不接下界诸人天境，乃至劫坏，三灾不及，如是一类，名多帅多天。我无欲心，应理行事，以行定时，未如骄辣，命中之后，生月化地，如是一类，名六变化天。无世间心，当世行事，以行事高，了然超越，命中之后，骗能出窍，化无法境，如是一类，名
他化自在天。阿难，如是六天，行随出动，心即上高，自此已还，名为欲界。